那就行嘅日久時間，我都會來到陸途上講家部落行啊嚟。因為客家主題一愛來到了就像總有幾分嘅感通啦，或就像來到少年時代帶嘅目強款，講家古厝啦，係維持客家傳統部落建築群嘅代表。保存得相當完整的客家文化。經過幾百體統損壞，但是政府又出錢來進行大規模的修整，希望完工了後重現廣家古厝初相的容貌。客家族群在台南算少數人口啦，佔全市的人數6%，無明顯的部落，所以講客家族群在咧算少啦。後生一輩細人的唔會講客，嘛算當多啦。平常在人際交配方面，真係親少有機會遇到客家人。每回種客家交談的時節，心裏感覺真歡喜。但是真多客家人抗戰的人群中，冇一半人知。在交談的時節，聽到對方客家腔，讓知己係客家人，彼此讓腔下發家廠，對我哋客家後生一代，我哋唔會講客話，乃來本就聽得出客家腔。我真歡喜來到了太埔街，根據專家研查指出，在台灣安樂太埔的地方，大部分係客家人生活的所在。來到了真多客家人的料理，真難得，做得用客家話來到店家頭家交談。每拜初二16，我會來了拜拜。太埔福德寺，有人講太埔伯公，一般來講，福隆人會稱福德藏神為土地公。我哋講伯公啦。老外對客家人講伯公腔款，所以講太埔伯公。老外對客家人族群有親切的淵源。我係研過半百的客家人，對客家話還算有熟啦，聽啦，講啦，都冇問題啦。嘛做得欣賞客家人的戲劇、文學、音樂，有特別的藝術。但是時代變遷後，我哋親近我哋下日生活後，係萬法同多元民族嘅社會裡，漸漸生分我哋客家話娛樂祖先留下來嘅寶貴文化資產。我哋客家人有一句話講：寧願注重田，莫忘注重人。講出我哋客家祖先對客家話嘅堅持。客家在呢幾年來，客委會及相關單位用心推動客家話復興，建立客家話無障礙環境，開辦客家能力認證，鼓勵客家生活的學校等多項計劃。希望客家話代代相傳，我希望孫的老愛做得講客話，老阿公愛交談。希望客家在台灣多元族群中保有一席之地，進一步發光發亮。